带大家看一下塔吉克的房子是什么样的。首先呢，每家都有一个院子，在院子里面还可以看到雪山。塔吉克的房子都是以平顶房比较居多，外观看着小，里面却很大。然后我们现在进房间看一下，进门的话就是走廊，然后下面有铺地毯，上面的话都是木头。我们现在进去看房间。里面就是有地毯，床上的话就是传统的一人一床被子褥子，我们也叫这个为通铺。像这种褥子的话，基本上都是手工刺绣的。还有这个的话就是塔吉克结婚的时候装彩礼的箱子。这边就是厨房，平时煮奶茶还有喝茶比较多，所以各种壶比较多。这个就是大厅，平时就是大家一起会在这边聚会，还有就是重大节假日，还有婚礼的时候，大家会在这个大房子里面就是举行。大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上面的天窗，就是白天不用开灯也会很亮，还有木头房子的话也会比较透气。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，就是基本上塔吉克家里面每家每户枕头特别的多，因为这些枕头都是手工刺绣的，摆在家里也比较漂亮。白天我们会在大厅会客，晚上也可以在这边休息。我身后有一个被子墙，基本上家家户户塔吉克家里面都有一个这种被子墙，因为塔吉克的亲朋好友特别多，所以就是每家每户被子也特别多。就是平时白天在这边，大家可以在大厅里面这样就是喝喝茶聊聊天，晚上的时候就可以铺上被子在这边休息。好啦，带大家参观完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